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来看到，日基马风台要来啊，花莲南滨天气较淡，也阁真好，无啥物大风影。也毋过也是要注意，因为大概若是风台发布了后，就莫到天气安尼来乱踅。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林玉婷来查咱了解。玉婷。 好的，主播，各位观众，在画面中可以看到花莲南滨这边的浪况可以说是相当的平静，丝毫感受不到台风要来的感觉。在河边的动物还在悠闲的觅食，天气非常的晴朗，还伴随着蝉声，可以看到浪花相当的小，但声音却非常的明显。我们来看一段现场的状况。 不过往旁边一看，还看到有民众坐在石头上观浪。利奇马台风即将过境，虽然还没感受到它的威力，但还是相当的危险。台风利奇马持续靠近花莲、台东地区，也将带来雨势，而且越晚越明显。不过提醒民众，台风即将要来了，千万要做好防台措施，也不要去海边。以上是现场为你掌握的讯息。